大家好，歡迎嚟到字裏行間，我係 William。今日我哋會繼續講思考致富呢本書。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大家有冇試過明明好努力，但係總係差一點點先成功？明明已經 plan 好，行動都開始埋，但係就係有一種無形嘅力量將你往後拉。希爾就話啦，嗰一股無形嘅力量，往往就喺你自己嘅腦入邊，佢就係叫做自我懷疑。而消滅自我懷疑嘅唯一工具就係叫做信心。但係呢度有一個關鍵，信心唔係一種感覺，唔係你今日心情好就會有，聽日心情差就會冇嘅嘢。信心係一種可以被刻意培養、刻意安裝喺你潛意識入邊嘅心態。我哋嘅作者希爾有一個仔，個名叫 Blair。Blair 出世嘅時候冇外耳，醫生就同希爾講啦：你個仔天生失聰，呢一世都唔可以聽到聲音噶啦，亦都唔可以講嘢。大多數嘅父母聽到呢個消息，可能都會接受現實，然後將個仔送去特殊學校。但係希爾佢冇，佢做咗一個決定，佢要俾佢個仔相信，佢係可以聽到聲音，可以過正常嘅生活。當 Blair 仲係 BB 仔嘅時候，希爾就開始喺佢耳邊講說話、唱歌、講故事，唔係因為 Blair 聽到，而係希爾相信呢種信念會以某種方式傳達俾佢嘅兒子。Blair 長大後，有一日佢將一個小型嘅收音機嘅一邊放入佢個嘴入邊，然後佢驚訝咁發現，佢可以透過牙齒同埋骨骼嘅震動聽到音樂。呢一個就係骨傳導嘅原理。Blair 後來將呢個發現講咗俾助聽器公司知，最終幫公司開發出一種全新嘅骨傳導助聽設備，幫助咗無數好似佢咁一樣嘅失聰者。希爾就話啦，Blair 嘅成就唔係醫學奇蹟，而係信念嘅奇蹟，係希爾從小灌輸俾佢嘅嗰份信念。呢個信念就係你可以做到。等 Blair終於找到屬於自己嘅方式去聽嘢。希爾就話啦，我哋每個人每日都會進行好多嘅自我暗示。問題就係大多數人嘅暗示係恐懼同埋失敗。佢哋會暗示自己，我唔夠聰明，我冇咁嘅能力，似我咁嘅人點可以成功呢？呢啲話有冇喺你哋嘅腦入邊出現過？而每次你咁樣諗，其實你就係俾緊你嘅潛意識發送緊一個指令。呢個指令就係，請幫我 confirm，我就係一個唔夠聰明、冇能力、唔可以成功嘅人。而你嘅潛意識係一個非常忠實嘅執行者，佢唔識得判斷你嘅指令係啱定係錯，佢只係會照單全收，然後將你諗嘅全部變成現實。希爾嘅書入邊教我哋點樣做正面嘅自我暗示。希爾提出嘅方法好簡單，就係將你想要嘅結果用第一人稱現在式正面嘅語言寫低，然後每日大聲咁朗讀。例如咁講，我正係以充滿熱情同埋信心嘅方法為我嘅事業創造財富。你並唔係講我希望有一日可以成功，而係應該講我正喺成功嘅路上。講到呢度，William 諗起之前曾經講過一本書叫做 Chatter。Chatter 呢本書入邊呢，講我哋腦袋入邊有好多嘅小對話，其實就同希爾嘅自我暗示非常相似。Chatter 入邊呢，都講到好多去應付呢啲小對話或者自我暗示嘅方法。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自己去聽翻。而且自我暗示呢個方法，現代嘅頂尖運動員都用緊。好多選手喺比賽之前都會做心理預演。所謂心理預演，其實都係自我暗示嘅一種。佢嘅做法就係喺佢嘅腦海入邊一次又一次咁想象自己完美咁完成動作。William 就攞跳水做例子啊。咁眾所周知，跳水呢就係一個運動，
嗰個運動員需要喺空中做出好多唔同嘅動作，個動作嘅優美程度啊，個完成度都會影響佢哋嘅得分。咁但係咧，跳水都好花時間嘅喎。你諗下啦，落到水，跟住又要可能上翻個10米跳台嗰度，咁中間又要聽下教練嘅指導，咁其實訓練嘅時間係好有限嘅。咁但係咧，喺運動心理學嘅角度咧，我哋除咗我哋嘅身體係需要訓練之外，我哋個內心咧，我哋嘅心理咧，都係同樣可以被訓練嘅。咁其中一個心理嘅訓練方法就係心理預演啦。咁一啲成熟嘅運動員咧，佢哋可能就會喺佢哋空閒嘅時間啦，會坐到靜心咁思考佢哋點樣去踏上嗰個跳台啦。跳台嘅時候，佢哋嘅腳要屈曲成點樣啦，要跳到幾高啦，佢手啊、腳啊、頭啊嘅動作要點做啦，幾時要展開身體啦，入水嘅時候嘅手係點啦，可能仔細到係手指點樣擺，隻腳趾點樣擺，可能佢哋都會諗嘅。因為始終跳水運動係一個需要完美同埋優雅嘅動作嘅運動嚟嘅。呢啲都唔係 William 亂講嘅喎。其實好多嘅科學研究都發現，做呢啲心理預演係可以幫助到運動員嘅大腦入邊打開佢哋嘅神經回路。雖然運動員唔係經常都可以練習到，但係透過心理預演係可以令到身體去記住呢種感覺，從而令到佢哋喺比賽入邊執行到動作出嚟。William 喺呢度都諗到一個心理學嘅概念，叫做自我實現預言。意思就係你相信某件事會發生，你嘅行為就會不知不覺咁向嗰個方向走，最終令到嗰件事真係發生咗。譬如啦，如果你相信自己會成功，你就會更主動尋找機會，更加有韌性咁去面對挫折，更容易吸引到志同道合嘅人。如果你相信自己會失敗，你就會更快放棄，更容易睇到困難，而係見唔到機會。所以啦，如果你認為自己會被打敗，其實你就已經被打敗咗噶啦。好啦，今日我哋講咗書本嘅第3個核心，信心係財富嘅催化劑，而信心我哋可以透過自我暗示去刻意培養。但係又有一個問題啦，就算你有咗渴望，有咗信心，如果你冇足夠嘅知識，你點樣將夢想變成現實呢？而希爾喺書入邊講咗一個講法，顛覆咗我哋嘅思想。佢就話啦，知識係力量呢句說話，其實係一個謊言，係一個大話。咁樣知識唔等於力量，咁乜嘢嘢先係真正嘅力量呢？下一集我哋繼續講，我哋下次見，拜拜。